係大灣區珠海咧有一個獨一無二嘅黃金寶地，左擁係澳門嘅繁華，右攬香港天際線，開窗係直面港珠澳大橋全景嘅。今日對大家直擊港珠澳美麗城2期全新實景遊百間獨家首發，打算喺大灣區置業、穩健投資、長期收租嘅朋友，一定要認真睇啦！呢個絕版口岸資產，絕對係你不容錯過嘅大灣區優質機會。入戶可以睇到超大間樹廳設計，3.6米超高層高，比普通戶型更加通透開闊。全景落地玻璃窗，拉滿採光，入間自然光灑滿全屋，唔需要開燈都明亮通透，視野毫無遮擋。重點睇窗外，每一間房間都係無敵景觀面，躺喺牆上面就可以眺望港珠澳大橋、港珠澳雙城天際線與一線無邊海景，夜開窗即賞世界級夜景，觀賞視野絕版稀缺。正中我一句，全部係實景現樓樣板間，非效果圖，非沙盤富有，所見即所得，摸得到嘅質感，睇得到嘅景觀，感受得到嘅品質。好多粉絲私信我呢個盤到底值唔值得入手呢？3個學生話你知，一聽就明啦。第一，國家級區域紅利，依託於港珠澳大橋超級工程，海量人流、物流、資金流，持續匯聚口岸島，政策紅利持續加持，資產價值穩健抗跌，升值潛力十足。第二，產品極度稀缺，口岸島可開發地塊寥寥無幾，屬於大灣區可一不可再嘅小淘寶資產。1期早已熱銷收官，2期全新加推，樓層、朝向、戶型選得最優，入手時機絕佳。第三，硬核品質保障，大型復權，強聯合打造，專業團隊運營管理，全係精裝高標準交付，配套成熟完善，居住、投資雙重安心。懂行嘅人都知，大灣區口岸資產賣一套少一套，稀缺性無可複製。依家港珠澳美麗城2期全新遊百間正式全面開放，全新戶型圖、實習單價、居所優惠、收租回報率，我全部整理到位啦！想預約1對1實地睇樓、解鎖內部優惠嘅朋友，即刻私信我，點擊下方鏈接，專屬睇樓通道已經開啟，名額緊張，先到先得，手慢絕對冇㗎喎！我係遊百間等你，一齊搶佔大灣區未來核心資產。